咁我哋就一早出發去搭6點鐘嘅巴士。咁朝早咧就去夢蓮湖同埋路易斯湖嗰度嘅。一朝早6點先到，大晒啦，10分咁多。咁我哋就乘坐8X 路線，由班夫鎮出發到路易斯湖，再轉車去夢蓮湖嘅。應該係朝早8點左右，同埋落個雨嚟。跟大隊行。夢蓮湖位於加拿大洛基山脈班夫國家公園，同路易斯湖並列為洛基山脈最具代表性嘅觀光景點之一，亦都係1969年和1979年發行嘅加拿大20加元紙幣背面圖案同微軟 Windows 7作業系統加拿大同冬天系列背景之一。又缺氧又凍。好彩上到嚟都有太陽，同埋睇到少少日出金山啊！哇！路易斯湖。由於我哋嚟到嘅時候已經開始落毛毛雨，所以嚟到嘅時候景色都係一般般。成朝喺山上凍咗咁耐，唔食返啲高脂高油嘅嘢，真係會捱唔住啊！夜晚我哋原本就諗住嚟硫磺山山上食自助餐，但係可惜天氣唔好，所以我哋就放棄咗啦。咪落雨啦，而家就睇側窗個風景，嗰就玻璃擋住嘅。上到嚟就變咗落大雪啦，完全睇唔到個景啊！所以依家諗返起當時去夢蓮湖嘅時候，有太陽出嚟，真係超級好彩啊！最後記得 follow 我，同埋留意接下來我嘅旅行片啊！拜拜。